有的新长者出门需要骑3轮的奥多摆较安全、较方便。不过，若要借着因有法度骑的3轮车去考驾照，其实无遐尔简单。即马伫咧台东就有摸到一台2手的奥多摆，改装做新长者咧用的3轮车，免费借互因来练习考驾照，阁有专人陪因训练。官府嘛希望会当摸到愈侪机车来改装，提供互新长者借用。 这台白色的奥多摆改装做是新长人士会当使用的3轮的奥多摆，后轮有加较大轮，骑起来会较载。台东县富居生活重建中心即马有这种3轮的奥多摆，会当免费借予要考机车驾照的新长人士来练习。这个措施目前是全国头一个。那我们会全程会有社工会从他的练习到去考试辅导，我们会全程有社工陪同。 来做奥多摆练习的新长人士，在训练员的陪同之下，为起步、转弯到北区，一步一步练习。这款的服务，互新长者会当克服行动的不便，会当家己骑3轮的奥多摆，是比较安心一点。我们在教的过程中，虽然骑乘的方式都一样，但其实希望他会的是抓那个空间感、距离感。目前的话，其实监理站自己有1台，那我们其实辅具中心有1台的话，其实针对就是所需要的人员会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服务。 社会处表示，台东县会当提供新长者练习的3轮奥多摆资源真少。目前台东县伫咧东海花、唱国甲台武，拢总有6个身心障碍者的服务中心。目前敢若有这台改装的3轮奥多摆会当借予民众，希望身心人士会当提供中古的奥多摆来改装，互更较侪新障人士会当借来练习来考驾照。公司新闻台东报道。